过来咱来讲一个叫做寄声寄物件寄声，就是咱伫讲的转告啦就讲你像讲我寄声有要甲讲啥叫做寄声若讲寄声还佫有一个甲这个要挖的词啦，但是意思无啥共，叫做放声，放下来就放声放声就是迄个声呢，甲迄个放刁有无放刁像讲人放刁讲要甲修理放刁讲伊若佫安尼佫安尼佫要甲叠甲金死死这较早听到讲要甲叠甲金死死，还是讲要甲电甲金死死来所以讲咱有先放声先放刁讲拄则讲有叠即叠叠是迄个叠甲拍叉的叠就是足济而且是啥？虽然伊毋是讲足大安尼甲翻落去就是意思是甲拍甲真功夫啦迄咱叫做叠甲金死死。咱过来讲一个叫做声哨咱定定听到声音的声，酷嗽的嗽咳嗽的嗽声哨。声哨本身是中性的词这爱强调伊的意思就是讲话开口讲话态度，讲话语气语气所以呢真正是有好声哨像我有当讲话讲你若讲话嘛较好声哨者，莫安尼见若开喙都安尼歹声哨安尼甚至有当时咱迄个牛声马喉，虽然是伫讲形容讲唱歌真歹听有当时嘛会当形容歹声哨讲你嘛莫安尼骂甲大细声安尼看甲大细声牛声马喉遐歹声哨是要创啥？有无？你安尼用起个足顺啦好，过来这个歹声哨，那歹声哨当然就是咱伫讲的迄个啥疾言厉色啦歹声哨所以声哨主要是讲讲话口气态度语气啦过来讲话讲甲哨声迄个哨声呢定定听到你个甲写树梢的梢树梢的梢迄叫做哨声过来呢有一个叫做转声啦，转声就是咱拄仔伫讲要转大人要转大人迄个呢迄个特别是讲查甫囡仔迄个啥迄个角声形的声迄个叫做转声过来过来咱讲呛声哇这个足重要的讲伊伫遐共呛声啦共呛安怎这个足重要咱就是爱写唱歌的唱唱歌的唱，这个读作唱当时还佫会读作唱呢亲像咱讲较早有咱较早伫讲迄歌册有较早有人迄个月琴嘛是迄大钢弦歹着佫四界咧啥走唱走唱面台语面讲走唱咱莫讲走唱走唱走唱佫是唱声的唱过来一个叫做食声啦食声就是食物件的食迄个声呢食声什么意思？食声有重要的意思叫做虚张声势啦亲像咱佫讲伊你看伊安尼真，你看伊安尼歹混迄食声尔啦，伊是伫甲你喊的尔啦过来食声咱昨新闻老师有补充较前落讲，即间餐厅有诚济连锁店结果真正去甲食我看伊伊嘛是食声啦食声什么意思？就讲伊是靠伊遐伊较早的名声安尼尔啦，所以讲迄食声名咱佫加一个名，就是讲无一定讲真正遐好食啦食声嘛会当安尼用肉声迄个咱的鱼肉的肉声大家要看卖肉声是啥？讲话迄个直接用肉声讲这个真重要。可是讲不使用其他辅助工具不使用其他辅助工具
直接发声，这叫做肉声啦吼。像咱演讲啊，真大场，你若无用迄个麦克吼，直接要用肉声讲吼，你会讲甲烧声会忝死吼。这是肉声第一个意思。啊，第二个吼，就是咱卖果子的有啊吼。你若像往来吼，会当用手甲夹看卖，有人做夹看卖啦吼。啊，夹迄个声吼，若是安尼定斗吼，啊，迄个声呢，莫安尼拍的声吼。哦，迄个往来吼较好食。啊，像西瓜吼，西瓜看你要用夹的嘛会使。啊，有的人吼，你看迄个果子行的头家有无？有的伊是安尼轻轻啊拍，有无？轻轻啊安尼拍一下，听迄个声，听迄个西瓜肉内底吼，迄个声产生的迄个声吼，迄个就是叫做肉声啦。所以不管吼是西瓜往来，拢会当安怎，拢会当即个吼，甲迄个夹看卖哦，即个叫做肉声吼。